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捷运的路线。今仔日开始1个月试营运，要让民众免费来体验。有学生要来赶上课，特别来坐这个捷运。嘛有人是这个捷运的迷众，为这个新北市走到台中来体验。啊，试营运的头一天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车厢的车门这个开关伤紧咯。为开门到关起来只有16秒，若是坐伙人行路行较慢的，恐惊会去互车门来夹到。捷运到站，民众较欢喜，除了看到招牌的绿色车厢，阁有中捷为着增加收入的彩绘广告车厢。16号是台中捷运绿线上路的头一天，有1个月时间，民众拢会使免钱来试坐。可以快个10分钟。有学生咧赶上课，就讲有捷运真方便，因为比公车阁较紧。很不错，哎呀，将来我们生活大家都很方便。嘛有家长专工带囡仔来坐，算是全新的体验。新北市特别来搭的，起步的时候会顿，门会夹到人。有民众发现门敢若关了伤紧啊，有人未赴上车。卡也未踏入去车厢，门就关啊，人差一点啊，互门夹着，害民众错一条。这样很危险，像刚才我手就给他碰到。车门开关的时间到底有偌久？我们实际测试，终结车厢的车门从开启到关闭只有16秒钟。台中捷运3到5分钟就一班车，先开伫16秒内底出入，未少人认为时间有淡薄短。加上警铃响了，时间嘛无够，特别是大家头一摆来坐车，根本唔知影爱抢时间上车。民众建议中捷应该改善这个问题，才袂发生意外。